后来为着要互更较侪少年家会当来了解到妈祖的文化，台南善华庆安宫甲舞团来合作，甲这个传统艺阵甲现代舞来做结合，创造出一出看家的舞剧，互人看到无共款的妈祖。 今日伫善华庆安宫庙前广场，由囡仔所表演的跋杯舞蹈，以及伫9月25将伫新营文化中心演出的舞剧手步庆，专工来庆安宫表演。那我们庆安宫因为也是扶植我们在地自己的子弟自己的剧团。 环宇新娘这出舞剧结合现代舞甲民俗艺阵，将一般对妈祖敬神的故事，以亲切温暖接近生活为出发点，结合传统的艺阵、现代舞蹈，创作出来舞剧。我们就是用比较生活的东西，让大家去感受到说妈祖就在我们的身边。 为着要好创作展出更加多元丰富，艺术总监康慧晶表示讲，事客的创作中度超过50位来自不同领域，为8岁到50岁表演者，经过制作编制更加有将近100人，这是台南在地团队真少有的编制。只是为了要将妈祖的精神表现了更加完整，互观众为舞剧中体会同款的感动。